回事？难道不？他不可能为我那么做，一定是我被入梦术反噬了，才会做出那么荒唐的梦。这花瓣，难道刚刚真的是他？为何一副痴傻的表情？马上就是第2次比试，还不快睡？要你管！这么变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哎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第2关考验的是你们的能力和勇气。你们要穿越幽兰林，收服灵兽，收服灵兽等级高者胜出。切记，幽兰林中险恶重重，千万要以己身安危为重，不可逞能。是。既如此，比试开始。大家要小心些，这里好恐怖，这什么也看不清。要不然我们回去吧，听说这里的凶兽可多了。再怎么看也没用，这里的灵兽，随便哪个想杀你，都易如反掌。我有妖怪吧？闭嘴！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他今日心情不好。妖怪来了！别吃我，我的肉不好吃。给我出来！别说。师姐，你看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原来是只小狗啊！吓死我了！好可爱的小狗。原来它怕狗啊！这么可爱的小狗你也怕？把这丑东西拿开，别脏了我的眼。别听这个魔头乱说，最可爱了。快去找你娘吧。师姐，师姐，这迷雾实在是太大了。看来我们一直在原地绕圈。果然无甚根基，如此大的迷阵，竟没半点发觉。劳烦夜神大人陪我兜圈子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白小莹，又见面了。婉言师姐若是想要叙旧，大可等试炼结束之后，我就先不奉陪了。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师姐这是何意？真是不懂，师姐为何老揪着我不放？放不放滚，决定权在你手里。
若你现在放弃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不过是个洒扫杂役，师姐用不着这么大阵仗。这一关的头筹必然是师姐的，若是我发现任何高阶灵兽，也定然向师姐双手封杀。哼，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可是如今你的存在才是我最大的威胁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再留在这里，给我上！你破了这瘴气，不就知道了？乾坤万物，天地阴阳，三界无邪，飞无照例。瘴气破了，师姐。居然可以破了我的瘴气！看来老天都注定不能让你们死得太轻易了，否则我儿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。他怎么了？这就要问问你们九重校的弟子了，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？定是白小莹杀了他。是的，我们刚才都走在一处，只有他是单独行动。再说了，我们都不认识你儿子，他却能一眼认出来，这还不能够说明吗？对，就是他杀的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不是我杀的，就是你杀的。你只是一个人，只有你是一个人，我们都是走在一块儿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真是残忍，好残忍啊！你还不快来帮我！你还真怕狗？堂堂夜神如此没用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废话少说，只要你给我儿赔死！这次白小樱真的死定了，我们要不要先去禀报给仙主？他的生死与我们何干？我们要做的是，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，将犬妖收服。还能玩哪儿这痛？样一来，我们不就通过审理了？婉言说的没错，我们就这么做。不是我，同门都看到了，还想狡辩？是婉言，是婉言杀的，不是我！你别听他诬陷好人，就是他杀的。对，就是白小莹你自己杀的，怎么可能是婉言呢？死到临头还在狡辩！你既然杀了我儿子，那就去死吧！白小莹，你就安安心心死在这里吧。我会禀告师尊，是你贪功冒进，死在灵兽口中。凭什么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你当然不甘心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逍遥快活？这个世界对你真的公平？你是谁？
既想起了小鹰身上的不明之力，我得先去一趟幽兰林，弄清楚事态。仙主，想必是灵兽异动，云崖先去探清缘由。速去。白小鹰，就算你活着，也休想抢走我的灵兽！尔等人也敢智慧？白小鹰，你疯了！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我们去找仙主救你，你一定坚持住啊！废物！在我眼里，你也废我无疑。小鹰应该就在附近。小鹰，小鹰，小鹰，幸亏只是力竭。是我不对，让你独自面对这些。但我得先走了。小姐，我头好疼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您在试炼中受伤了，是长老们将您送回来的。试炼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谁拿了第1名？是白小鹰。不可能！为什么又是那个贱人？我不信！仙主，退下！你在做什么？看看你自己，可还有半点仙子的样子？夫君，不能让白小鹰拿第1名。过了第2轮比试的弟子就有资格和上仙们比试了。我不要他跟云崖打，万一他赢了云崖，难道真的让他一个洒扫杂役成为9重霄的战神吗？荒唐！他怎么可能赢得了云崖？莫说是云崖，9重霄那么多长老，几百上千年的功力，你以为是吃素的吗？我知道夫君，但是白小鹰她最近功力进展的实在很反常，夫君，我担心。仙主，您唤我来是为何事？幽兰林中突发异象，你云秀阁白小鹰身上忽然爆发出惊天之力。据本尊所知，他即便修出仙根，
也只是个初阶弟子。幽兰林里，他居然比婉言还技高一筹，你不觉得蹊跷吗？此事弟子已经探查过，皆因那犬妖发狂，用妖兽之力逼入小莹体内。小莹激发了自己的潜能，也吸纳了不少功力。也有这个可能。本尊知道了，你去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起来练功，等着被人杀吗？昨日，我体内的魔气之所以会爆发，都是因为你吧？入魔的感觉不错。圣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如今你还要让我入魔，我只会更加的痛恨。昨日若不是夜神之力，你早就成为犬妖的口粮了。你们夜族就知道残暴的获取外界的力量，去伤害别人吗？你又有何不同呢？我虽是不想人，但我从未想过伤人。我活着，就只为了杀死夜神。如今你让我成魔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我就是让你知道，入魔没那么痛苦。小莹，师尊，无妨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：你在幽兰林中力量几近失控，似有走火入魔之事。你如此拼命，就是为了给你娘报仇吗？初见时，你叫我不要靠近，因为你知道身上的力量会伤害别人。可如今，你要用这股力量报仇，怎么就不顾后果呢？对不起，师尊，是我没控制住自己。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，也不会再给师尊惹麻烦了。你明白就好。我是你师尊，你是我亲自收下的弟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谢谢你，师尊。神剑试炼大会即将进入上仙比试阶段，有一事令本尊放心不下。云秀阁中白小莹身上爆发的力量非同寻常且来历不明，本尊深恐其为夜族奸细，故而绝不能让他赢得最终胜利，夺得神剑。务必要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，查明真相。此事就交由几位长老来办，无需惊动云崖。是。经过上一轮的激烈比试，有4位功力高强的仙门弟子脱颖而出，他们是云崖上仙、永宁上仙、低阶仙士白小莹。小莹真棒，太好了！高阶仙士婉言，他们将最终争夺执剑人之位。他不是在幽兰林的关卡就被淘汰了吗？
听说是西元上仙提的名，说婉言是因为受伤，让他重新提不进去的。后面好像还被仙主驳回了几次，最后是所有长老联名重新提进去的，真不公平。就是。第1轮比试，由太虚宫永宁仙君对战云秀阁云崖仙君。天涯，今日你若是败在我手上，不要难过，我请你喝酒。我请你也未尝不可。比试开始。我一个招式都看不懂。小杨，你说师尊他能赢吗？当然，师尊这么厉害，一定不会输给任何人的，更不会输给那些自以为是、动不动就发疯的大魔王。啊？那是谁？哼，谁也不是。技不如人，技不如人啊！今晚你得请我喝酒啊！第2轮试炼，由云秀阁白小莹对战婉言。比试开始。幽兰林一战，你借犬妖之力胜之不武。今日，我就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讨回来。他敢这么瞧不起你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幽兰林一战，我能借得犬妖之力，还全拜师姐所赐。你多说无益，还请师姐赐教。让他赢了我。这便是朱元灵藏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哎，不可小瞧了他，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提升你数倍的功力，切不可乱用啊！明日比试，我便用他来对付那个可恶的白小樱。哎呦，婉言仙子，不可！被发现，可是要受罚的。长老，你是裁决，你不说谁知道？再说了，我父君会允许我输给一个低阶弟子吗？这……白小樱，你等死吧！剑至极，就凭你也想踩在我头上？怎么可能？空明长老，婉言的灵力怎会突然大增？云瑶上仙，婉言仙子近期修为大涨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。无论你怎么努力，都会被别人踩在脚下。两个人来练术法，还是回去扫地吧。上不听婉言师姐的话，有娘生没娘养贱东西。你甘心认命？不好，如果在这里，白小莹，集中精神。
白小莹，你就这么想入魔吗？才不要！给我闭这怎么可能？白小莹强悍到如此地步，王爷作弊都不是她的对手。师姐，你输了。又来了，什么？监视你的人，专心练习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来只能另寻他法了。说起来，你在幽兰林体内力量爆发，已过数日。九重霄那些老头子却没有一个人问你，这很反常。这有何反常？说不定他们根本就没看到。九重霄那些人可不是和你一样蠢。如今决赛之日，便是你对战你师尊。我本以为他会取消你的比试资格，如今看来，他们越是没有明面上的动作，越是在背后会有动作。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打不赢我师尊。你可以给云崖下点药，削弱他的实力。我才干不出这种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害我师尊的。叶晨渊，你怎么把我变到小白兔体内了？我去会会你的好师尊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不要乱来。小莹，你怎么来了？特意给你做的点心，收下吧。这一看就不是我，师尊不要收！这个点心真是别致。师尊这是嫌弃，不想吃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看你心情不好，我吃了你会开心吗？师尊不要，里面有毒，不能吃。当然。不要吃，快停下！师尊不要！味道尚可。那就好，我走了。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你就这么感谢我？卑鄙无耻！叶晨渊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去哪儿？你干什么？你若非要做徒劳无功之事，我便赐你个封口咒，
关于下毒之事，在事成之前，你半个字都说不出口。我一定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师尊的。看来我最近对你太过纵容，以至于让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向我道歉，我就放了你。绝无可能！不行，我要受不了了！他的力量如此强大，和师尊比试时，绝不能出岔子。得想个办法困住他才行。是不是现在要去帮我找杀害我儿的凶手了？不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。不是先给我儿报仇，我不管。别忘了，那日在幽兰陵是我收服了你，你必须听命于我。只要你帮我完成了任务，我便解除你我的主仆关系，放你自由，同时帮你找出真凶。那你说话算话，不带耍赖的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帮我困住叶晨元。白小莹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。不要！今日比试的胜者，将成为仙门中最有资格持有神剑封印夜神的人选。云雅、白小莹、九重霄的执剑人，将在你二人中决出。云雅上仙，白小莹是你的弟子，但事关重大，切勿手下留情。云雅定全力以赴。小莹，虽然我是你师尊，但我也希望你拿出全部实力，不留遗憾。师尊，我……还是说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办法提醒师尊中毒的事情。小莹，这是何意？白小莹，再不出手，你便算输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先做做样子，在师尊毒发前输掉，这样师尊便可以拿到神剑，也不会引人怀疑。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小莹，白小莹，你使用的可是夜族之力，你可是夜族的奸细。我不是真。白小莹，还不承认？那就休怪我们拿你的夜族剑体进监了。天主，一切都未查明真相，小莹绝不是奸细。就算仍未查明真相，执剑人也不能由这个来历不明之人取得。
小爷。那神剑是斩杀邪恶的，更要用人命击剑，若比试都不能公平，那仙门所为又与业族有何区别？云阳，你可知3界受业族灾祸之苦可矣，此时又怎可顾及师徒之意，速去取神剑，好以一己之私毁其3界期望。小爷！叶真元，我不行了，我若这样死了，叶真元的灵魂是不是永远都回不去了？也好，也算报仇了。小爷，小爷！来了。你还不能死，今日之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叶真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真的被困住，你此时灰飞烟灭，也是自找的。眼眸里的狡黠恣意骄傲，骨子里的不羁放肆张扬，将曾经包裹成枕边甜蜜的糖，想着有一天细细的品尝，也曾随心所欲许多神剑吧，这个仙剑只有你才配。岁月静好，假象，让他让气氛现在有3分自伤，尝遍了冷暖，受尽了屈辱，一笔分很难数，不在乎留下半世骂名庆祝，轻易于恍惚，说一人海阔，彼此等在远处，无非守不住一颗易碎的最原来这就是神剑。他如今拿回了肉身，神剑也近在眼前，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对我下手。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谢承元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你管我耍什么把戏？你修习仙法，不就是为了替你娘报仇吗？如今你的仇人虚弱至极，不堪一击，还不趁机杀了我？我自是会杀了你。你别演戏了，堂堂叶氏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看你有没有本事杀我。连替你娘报仇都慢慢吞吞，我真瞧不起你。你给我闭嘴！他的3魂7魄损伤竟如此严重，并不是假装，就算取回了肉身也于事无补。不，他只是因为拼了命救我才受的伤，却为何又一心激我杀了他？
继续啊！不替你娘报仇了，趁现在杀了我！不对，一定有问题。君子不趁人之危，我白小樱向来恩怨分明，该报的恩和该报的仇，我都不会忘。这条命就先欠着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会堂堂正正来杀你。神剑认主了。原来小樱就是天选战神。是叶晨渊。叶晨渊，你为何会在此？看来你不知道，我自从上次来就没离开过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果真如此，本尊早就怀疑白小樱身上的不明之力是你所为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你二人沆瀣一气，必有勾结。钟仙，将他们拿下！我没有跟他勾结，我是迫不得已的。仙主，我相信小樱，他娘死于夜族之手，别人有可能，他绝不可能。你居然还相信他？你就丝毫没有怀疑过今日比试你为何会输？白小樱，本尊清楚得很。昨日有人见到你送点心给云崖，你是不是在其中下了药？小樱，如果你没做，你就说。你有什么苦衷都说出来，为师一定信你。点心，确实加了药。当真如此？没想到仙门居然藏了这样的叛徒，还大义凛然的说我们拿你祭剑。哼，跟夜族勾结之人，死有余辜。但我没有勾结夜族，叶晨渊是我的仇人，我夺剑就是为了要杀他。小樱，我相信你分得清是非黑白。如今神剑在你手上，只要你杀了叶晨渊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便还是我的弟子。师尊，是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杀了他的。事实已经真相大白，白小樱将叶晨渊藏在九重霄数月，他利用夜族之力，使自己功力大增，然后对你下药，抢夺神剑。云崖，你还要护他吗？云崖，你不要被白小樱蒙蔽了，你应该亲自清理门户才对。白小樱是你的弟子，只要你夺回神剑，清理门户，杀了他和叶晨渊，你便是我九重霄的执剑人。小樱，把神剑交给我。师尊，
神剑并未认你为主，我给了你也没用。那你就杀了叶晨元！小爷啊，你素来最听我的话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。如今神剑在你手上，叶晨元你为何不杀？师尊，是因为神剑尚未开封，就算执剑人拿到神剑，也无法杀了。神剑杀不了你是一回事，白小莹压根儿不愿意杀你是另一回事。没错，白小阳分明是被叶晨渊蛊惑了心智，他早就忘了自己的身份。白小莹，你就是我们九重霄的叛徒。就是叛徒，唯独这个人。此二人乃是叶族中人，是大恶，众仙诛之。仙主，白小莹乃我门下弟子，我亲自来收拾。好。白小莹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当真要与叶晨渊一起对抗我，对抗整个九重霄吗？师尊，连你也不信我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了你的妇人之仁，没要我的命。不过，我留着你是为了继续折磨你。你现在还不能死。白小莹乃我门下弟子，还请叶神将他交给我来处理。你的弟子，你却想要置他于死地。那些老头子想拿他祭剑，果真是一脉相承。看到了吗？这种地方，你还想留在这儿吗？叶晨渊，白小莹和叶晨渊逃走了，他就是我们仙门的叛徒。将白小莹从九重霄除名，跟叶族有勾连之人，不配留在我们仙门。仙主，是玉牙办事不力，没能拦住他们。从今日起，九重霄在3界之内通缉白小莹，遇见者当场缉拿，若有不从，就地格杀。是。叶晨渊，你怎么了？叶晨渊，没什么，只不过受了点小伤，死不了。你先过来。看来有些人不想我死。你想多了。
你是我的杀母仇人，刚刚还伤了我师尊，这些仇我都会亲自报回来。你可不能这么轻易死了。旁的也就罢了，刚刚你师尊分明就是要杀了你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在他剑下。在他们看来，我早就背叛了九重霄，跟你勾结在一起了。师尊想要杀我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况且他刚刚已经手下留情，要不是他假意不敌，故意放我们离开，你根本跑不了。看来九重霄的人都没有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对你手下留情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！不趁机杀你，已经是我最后的仁慈了。你就留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都差点忘了这个东西了。要不是因为复魂锁，才懒得救。我不杀他便罢了，干嘛要救他？就算他救过我一命，那也不能和杀母之仇相比吧？白羽溪，白羽溪是谁？是他的心上人吗？算了。君子不趁人之危，等你病好，我一定一剑刺死你。3日已过，仍未发现叛徒白小莹的踪迹，继续加派人手。务必尽快除掉白小莹，夺回神剑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是。仙主，我深知白小莹的为人，她绝不是贪图力量、背叛师门之人。云阳，现在事实已经摆在你眼前，铁证如山了，你还一再维护那个叛徒，你是何居心？云阳，你此话对得起仙门，对得起仙主吗？西元上仙所言极是，绝不能饶了白小莹那个叛徒。还请仙主定夺。请仙主定夺。仙主，白小莹是我门下弟子，如今犯下大错，理应由我亲自将她押回，查清事情来龙去脉。若我未将她押回，云崖甘愿与她同罪受罚。同罪？同罪？想不到你居然如此信任你这个弟子。那好，速将白小莹与神剑带回，给仙门一个交代吧。是。看来你命还挺大，居然没交代在这。看来有些人不想我死了，我当然不能辜负他的美意。好，那你就好好活着，然后把命交到我手里。看起来不用我动手了。
三魂离体，可不是什么小伤。如今只能回叶族，以寒木归原石，修补魂魄，才可痊愈。我们准备启程。我们？我才不去！我是九重霄的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去叶族？自投罗网。九重霄，在他们心里面，你早就不是九重霄的人了。能让神剑开封的现今就在叶族，不想斩断复魂锁，然后杀了我们？去，还是不去？这四处都是追杀你这仙门叛徒的弟子，为何不速醒？真是白叫人。此前大战受伤的又不止你一个，没把你丢半路就不错了。你再敢有意见，我们就分头行动。你走你的夜族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复魂锁。烦死了！堂堂神剑，还需要什么剑经才能斩断这复魂锁？那当然，没有开封的神剑，不过是一团废铁罢了。啊，这好像是你们夜族的人啊！你能不能下次先说一声啊？你擅自做的事还少吗？懒得跟你计较。哎，那不是你们夜族的人吗？你干嘛躲着他们？怕他们看见你这副样子？我走之时把事务交给焦土来打理。这些人不像焦土手下，恐怕夜族有变。拜见夜神大人。记住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伤势，否则便是有赖误会。堂堂夜神竟然还会怕死？不好意思啊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先杀了你。拜见夜神大人。焦土在哪儿？叫他出来。焦土大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什么？夜神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属下找了您好久，都毫无音讯，还以为你……我怎么会被仙门那些废物伤到？主上没事就好。我等恭迎主上回归。果然受伤了，还带了个仙门的人回夜族，还真是耐人寻味。您如此不顾夜族的安危，属下只好以下犯上。三界都在传说你逗留仙界，与仙界一低阶弟子勾结，助他拿神剑，还为他受了伤。我本以为传闻是假的，哼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你受了如此重伤，还敢带仙门之人踏我魔心殿，根本就是置夜族于不顾。既然如此，这夜神之位也是时候易主。